胆开嘴，甲主求讨。主，阮感谢你，搁互阮有这个福分来到你的面前。阮愿意摆来阮的过去，是忧伤，是顺遂，无顺遂。人生的苦难，你拢甲阮同行，也甲我同担。主，阮感谢你，搁阮有这个福分，有这个福气，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院，献感恩的祭，献感谢的祭。你甲阮讲，毋免惊，你伫遮，阮真正欢喜。你甲阮相同行，你叫阮踮伫你的内底有平安。也有喜乐，阮相信这是上帝你要成就伫阮人生的路上所做的代志。阮感谢你，阮真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真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摆列，阮的面，细细大大的代志伫你的面前，你听阮的祈祷，你无放下阮，互阮真做鼓励。阮真感谢你，真感谢你甲阮相同行。阮感谢你甲阮相同行。主耶稣，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帮助，互咱定心的早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互咱定心会早起，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也搁较雄明。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压制，要活的灯火。无拍死，免惊耶稣伫遮，免惊耶稣伫遮，免惊耶稣拢知影，免惊耶稣知影，细细代志耶稣拢知影。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互咱定心的早起。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互咱定心的会早起。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
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顶，伊无压制；要花的灯火，伊无拍死。毋免惊耶稣伫这，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衬，互咱定心的早起，毋免叫耶稣伫这，毋免叫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衬，互咱定心的早起。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衬，互咱定心的早起。耶稣伫遮受伤的路顶，伊无压制；要看的灯火，伊无拍熄。感谢主，咱若相信，咱要看见一切的荣耀。咱若相信，咱若要相信，上帝的祝福要满满，平安喜乐甲咱三做伴，只有信，只有信。只有信，咱要看见上帝一切荣耀；只有信，咱要看见上帝稳定奇妙；只有信，咱要看见上帝祝福满满；只有信，平安喜乐三做伴；只有信，咱要看见上帝一切荣耀；只有信，咱要看见上帝稳定奇妙；只有信，咱要看见上帝祝福满满；只有信，平安喜乐三做伴。有时阵袂明白苦难为何临到我，有时阵心痛听无意外，毋免惊，上帝听咱心是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家己斗阵行。只有信，咱要看见上帝一切荣耀；只有信，咱要看见上帝稳定奇妙；只有信，咱要看见上帝祝福满满；只有信，平安喜乐三做伴。有时阵袂明白苦难为何临到我，有时阵心痛听无意外。免惊，上帝甲你斗阵行。免惊，上帝听咱心是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家己斗阵行。有时阵袂明白苦难为何临到我，有时阵心痛听无意外。毋免惊，上帝听咱心是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家己斗阵行。毋免惊，上帝听你斗阵行。
你斗阵行，甲我，你也甲阮斗阵行。感谢你听阮诚实恳求的声，阮无明白、无了解的时，利用保惠师帮助阮，互阮知你听阮，你甲阮斗阵行。感谢你，咱要起立来学罗圣神，来学罗耶稣的名，听堂圣神，阮欢迎你。欢迎你，听堂声心愿欢迎你，让你心声回温养的我，打完放下一切，得救所爱，顺下去，心在在。欢迎你来，天堂相信我欢迎你，天堂相信我欢迎你，愿你生命天要临在，兄弟心。咱的主上帝也开互听堂咱的圣神，主感谢你使听堂的圣神伫阮中间，甲阮相同行。阮愿意顺探，阮也愿意降服军队你来带，愿你显明你奇妙临在，将你的旨意教导阮了解。主，阮感谢你，阮相信世间的苦难，阮一定会经过。总是你甲阮讲，你有平安伫阮的。伫阮的中间，阮真欢喜，你互阮有安尼平安，也有喜乐，甲阮相同行。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即时的敬拜要对头甲尾交代伫你的手中，愿你来保守，帮助牧师嘴所讲的，你的话会当互阮明白了解。互听的、讲的，拢平平得到利益，也帮助阮，互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光阮的路站，见证你荣耀的名。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念使徒圣经做咧告别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肉体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即时咱来启用，启用文33篇，诗篇139篇，我来启兄姐来用。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出我的心思。我所行所做，你拢嘛知。你已经知影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对暗暝甲我夹杂。暗时亲像一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影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行歹的行为。学了，即时圣歌中要学了，就是心目自坚固。
主上帝，这是咱的强头上帝的话，记载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3节，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3节。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上帝会安尼讲：，侪人介意刚行，伊就活过来对因讲，然后像群我，也无怨恨伊的父母、某囝、兄弟姊妹，甲家己的性命，就袂做我的学生。无通家己的事业家来跟对我的，嘛袂做我的学生。恁中间有啥物人要去读？若无大声坐咧，来算这个所费，看下也声声袂，行了踩了地基，嘛袂起较好。佮看去有人拢取笑伊讲，即个人动工有动工也袂起较好。也是啥物王要出来，甲别人别个王交战，也无大声一个参谋，看下用10000兵丢着迄个带20000兵来攻击。若是若袂，就是趁伊找使者来甲伊讲和。安尼，恁中间若无放下一切所有的，拢袂当做学生。即是咱请咱电牧师为咱正道，今仔日要正道的条就是。温度的本质。路加福音书14章33节，上帝话安尼讲：无论什么人，若无放下家己所有的一切。我已经有够会啊，免阁管了。可以，认真。不要紧。太高了。多谢大家啦。好，安尼好。谢谢。无论什么人，若无放下家己所有的一切，袂当做我的门徒。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先自我介绍啦，吼，我是台中向英教会的地开甲地牧师，吼，向荣，吼，我是向上教会开拓啦，吼，因为我这两礼拜咧休年假，但是犹原受到广播社的请拜托，吼，讲爱来斗3工，就安排伫咱的教会，看到咱的教会足水吼，就想到阮即马阮向英教会嘛是拄开拓4月份打做30周年吼，所以看到大家安尼为着传福音，佮拍拼见到即款的心情嘛是感觉有迄个起烟的感觉安尼啦吼，所以也请咱做伙同心吼，伫咱的祈祷中间，互咱做伙来祈祷吼。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但阮搁一遍仰望阮的祈祷，伫主你的圣手，伫你的面前。主，恳求你来带领我今仔日的礼拜，互主你的话语诚做阮的帮助，互我对你的话语有通搁一遍的了解，诚做阮生命更新的快乐。阮的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生命祈求，阿门。然后大声要来请问咱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财物 knowledge 甲理解，吼 understanding 两个敢是相像的物件，无相像啦，吼，大部分拢是知影真确定来讲无相像，吼。咱用几分钟来看一个影片，吼。要有声音哦。Just like riding a bike, meaning it's really easy and you 这 can't 个 figure out 人 how 叫 to 做 do it, right? Justin But I did Sanders， something. 伊做一 I 台 did 脚 something 踏 that 车， damaged my mind. It happened on 伊 the 就 streets 是 of Amsterdam. 反向 And I 脑 got really 反应 scared,。honestly. 比如讲，咱 I 骑 can't 脚踏 ride 车， a 咱若 bike 是正滑，伊就 again anymore. 正滑过啦哈 Before I show you 但 the 是伊 video 做 what happened, 伊 I 骑 need to 即 tell 只 you 脚 the 踏車， backstory. 毋是正滑就 Many 正滑 6-year-olds with a，伊是 MacGyver 正滑時 board. I 陣，但 learned 是 how 伊 to 咧 ride 若 a 是 bike when I 放 was 倒 really 邊嘅 young. 吼，咱 I 咱 had 來 learned a 看 life skill and 看 I 伊 was 嘅 really proud of it. Everything changed though when my friend Barney called me 25 years later. Where I work, the welders are geniuses and they like to play jokes on the engineers.
He had a challenge for me. He had built a special bicycle and he wanted me to try to ride it. He had only changed one thing. When you turn the handlebar to the left, the wheel goes to the right. When you turn it to the right, the wheel goes to the left.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asy, so I hopped on the bike ready to demonstrate how quickly I could conquer this. And here he is,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Destin Sandlin. First attempt riding 咱来看呀 the， 伊 bicycle. 安那骑哈，一开始要安那练习。 So the faster I go, the better. Yeah. I couldn't do it. Oh. You can see that I'm 好， laughing, 样 but 品 I'm 到家的 actually 好， really 好，谢谢。 frustrated. In this moment, I had a 我们再往下一页，这样就可以。好，一般来讲，咱若骑去哩脚踏车，譬如讲 U bike， 若是迄落，迄叫啥？悠游卡 BB， 脚踏车就去哩啊，两手扶好，撇脱台搭落去，脚踏车就会向前吼。但是即只脚踏车，咱拄则伫影片了有看到，咱若骑即只脚踏车。 咱若想要倒弯，但是恁若是往正平的去，若是要正平，要正弯，恁若往倒平去啦吼。就算即个人骑一世人的脚踏车，伊是根本无法度来骑即只脚踏车。伊的神经系统，伊的身体的惯势，伫伊一世人的训练，伊会当骑一般的脚踏车。伊的习惯，咱来讲，伊的习惯是讲根深蒂固。 完全都无法度改变，但是经过8个月的时间，伊努力来学习练习，伊会晓骑即只脚踏车。伫即个影片的最后，随望咱们看到伊的囝，嘛是咧骑即只脚踏车，当然是较细只，2礼拜就学会晓。一个大人爱8个月，但是一个囡仔两礼拜就会晓。伫即个影片的最后，伊有甲阮讲，财捌。 甲理解是完全无共款的物件，但是只有真理，真理就是真理，真理是永远袂当改变的。伫咱今仔日所看到的圣经站，咱伫路加福音书14章25节、33节，这段经文呢一开始讲有极多的人，有一大群人，甲耶稣做阵行路。咱做伙来想看觅，那会有遮尔侪人愿意甲耶稣做阵行路？伊敢真正知影家己跟地的人是啥物人？有一句话，敢是安尼讲：群众往往是盲目的。遮尔侪人伫因的心内底应该有一个比较。耶稣的教导，甲法利赛人的教导，经学士的教导，甲律法。 军队耶稣检采是一条较轻松的道路，为虾米？因为伫因的生活，每一天拢是充满着迄613条的律法，咱讲拖拉来捆绑来束绑。伫列比的时代，学者确认拖拉这的概论条文，包括侪啦吼，总数是613条。这的界面拢是上帝伫西奈山摩西来讲的。 有分即个界面律法有分即训练式的概率，还是禁令式的概率，总共是613条，关系到社会的占各方面，包括神职人员的职责甲特权，还是一般的人的法律的地位、管理义务、财产所有权、债务管理等等遮的。 当然，嘛是包括着劝人行好，这安怎处理好人甲上帝的关系，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所以伫当时的生活，迄当阵的犹太人，也是咱讲以色列人，因敢若是每一天拢去互迄特务干涉啊。只要到一个所在无做好，连面就去互人举报。 就有人哔哔哔哔哔，你这无做好，你就爱安那，你就爱悔改，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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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犹太人看到耶稣的教导，甲伊所行出来，佮加上耶稣互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咱若为14章头前来看，因为几回合的即款的较量啊，比较起来，军队耶稣敢若是一条较简单。 较自由的道路，有真侪人选择甲耶稣同行，不管伊去倒位，
我就是缀到底。当行是表示讲，耶稣带头有真侪人跟伫伊，缀伫伊的后边行，做伙向前行。好亲像是为着什么款的目的来游行吗？因是咧行军吗？也是咧选举射票，也是咱讲本土信仰咧讲的做闹热。遮尔侪的人，敢真正知影即段甲耶稣向前行旅程的本质是甚物？耶稣就活转身对遮真侪所有跟缀伊的人来讲话。伊来讲吼，伫即段圣经节，咱会当看到耶稣讲话，伊有一个公式啦吼，就是讲，若无安那，就袂使做我的门徒。啊，那台语来就讲，既若无安那，就袂使做我的门徒。伫迄款的情景，咱来想想看觅，咱拢是迄热情满想要跟缀耶稣的人，听见即款的话。咱的心可能拢凉逝一半，因为耶稣想要遮个侪愿意跟缀伊的人，好好啊思考，即摆咧做的到底是甚物，然后才个心中来做后一个决定，检视有要继续来愿意向前。所以既若无安那，迄个安那，就是做门徒的条件嘛，吼，咱来看吼。耶稣来讲，啥物做门徒的条件？伊讲，就爱耶稣，爱背十架，爱放下一切所有，才会当做我的门徒。咱听起来敢若是一个真简单、真久长咱受到的教示，但是咱搁一遍来思考，爱耶稣背十字架，放下一切所有，到底是甚物代志？第一件事，耶稣活转身对因讲。人到我遮来，对我的人，若听伊的爸母、母囝、兄弟姊妹，甚至家己的性命，赢过听我，袂当做我的门徒。伫遮，咱必须要回转来到圣经的时代背景，因为伫迄阵的时代，决定跟缀耶稣，实在是要甲伊厝里的人，伊的爸母、母囝、兄弟姊妹，徛伫对立面吼。徛伫毋是共一个角度安尼啦吼。牧师来提醒，当时所有的人拢是伫一个真宽真大的犹太教的脉络，都在处在一个很广大的犹太教的脉络。也就是讲，跟缀耶稣真正爱进入是真正爱进入一个信仰，是真正爱进入一个新的生命，毋是照着字面来看讲，因为跟缀耶稣就爱怨恨。家己的家庭、某囝、爸母、四名兄弟姊妹，是伫两者的比较中间，你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阵，你兼有诶愿意选择耶稣。第二个代志，好来。无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的，袂当做我的门徒。我真介意吼，用十字架用伫关系面来表示。第一个吼，拄好咱的十字架伫遮。第一个表示咱甲上帝的关系，吼。欢喜的咧，人甲人嘛，吼。所以，那第一个我以欢喜是欢喜，十字架敢是十字架，毋是十字架就变做车啊嘛。变打叉啦吼，毋过若是得个足得，咱甲上帝的关系足好。毋过咱甲人的关系真歹，欢喜毋是欢喜，得个是得个，安尼检视是一个，毋是有缘是车啊。伫去年隔离我咧确诊隔离的时阵，我看到阮一个学长牧师伊用伊的手一刀一刀刻伫这竹仔的雕刻啦吼。伫即个雕刻顶面，即张十字架图，互我看到的时阵，我是感觉真震撼吼。有一只手应该是上帝的手吧？咱这边啊，
袂使，这荧幕袂使吼。上顶面的有一支手啦吼，咱若详细看吼，应该是上帝的手，揪着中迄个应该是耶稣，或者是另外一个人。中即个人伊是个尽力的伸长伊的手，将个手伸甲足长，想要将迄落伫迄咱讲泥沼吼，还是迄泥沼之间的每一个人，拢要甲伊捡起来。今仔日咧，咱拢有可能是上下底迄个人，因为咱有过去，咱拢有可能因为上帝的恩典被赦免，去互救起来，为迄罪恶的深坑，转来到上帝面前。阿免。恁拢无去互上帝救过吗？有啦吼，搁一遍吼。来，过去咱拢有可能因为上帝恩典被赦免、被救恩，为迄罪恶的深坑，转来到上帝面前。阿免，阿免啦吼。今仔日咱嘛拢有可能是中迄个人，因为咱知影，咱着必须要安安坚调，顶面迄支手，我靠着上帝快乐，借着咱来成做别人的祝福。阿免。第三件代志，耶稣讲：恁无论什么人，恁中间无论什么人，若无放下家己所有一切，袂当做我的门徒。检查伫迄一大群人中间，有人听到这，已经想要转去啊。敢讲真正有需要、有必要爱做到安尼，爱放下家己所有的一切。才会当成做耶稣的门徒。我袂当选择安尼一半就好吗？我袂当选择安尼一丝丝啦就好吗？但是伫遮放下的一切，放下一切的意思是承认上帝主导咱生活所有一切的范围。成做群体耶稣的门徒，就是爱知影上帝伫咱所望着、所目到的这生活的范围，对咱有虾米款的期待？有人就会讲啊，牧师，安尼我是要安怎知影上帝对我的期待是甚物呢？总是无人会伫一开始的时阵就会当知影所有一切，煞是伫生命旅程每一个日程的中间，就会当知影上帝掌握咱所有的一切。耶稣的意思是，所有想要成做耶稣门徒的人，必须爱伫伊的生活来做出选择。成做耶稣门徒的人，奉献的心、专心的态度，伫无共款的历史背景，总是有做无共款的生活的方式。但是，迄款奉献的心、专心的态度，拢是共款的。伫无共款的历史背景，有做款无共款的生活的方式。毋是每一个人拢得到上帝呼召要来受苦，亲像初代信徒，遮个圣徒领受福音，因安那为福音来受苦，咱伫圣经拢看到。或者是将近要160当前，宣教师托福音来台湾，遮个宣教师因受的苦，咱嘛是拢有看到。但是，甲现在2023年的信徒兄弟姊妹，环境背景无共款，但是成做门徒的本质，敢有共款？共款，无改变嘛。耶稣毋茫愿意成做伊的门徒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通知影，一旦要继续向前行，是伫出发进前，就爱会使知影了解。成做门徒即款的本质、旅程有啥物要求，而且是落决定、落决心，每一步拢无离开。会使讲，爱耶稣背是一个，佮爱放下所有一切，这是成做耶稣门徒爱付出的代价。为着互所有人更加了解耶稣来伫遮讲两个例，这两个例一个是起初的概念，另外是个战争的概念吼。咱三甲来读台语的部分，1、2、3。
恁中间有人想要起一个塔，减无大声坐落来，估计看有够钱通完成工程也无。若无安尼做，伊拍地基了后，煞袂当完成工程。所有看到的人会甲伊起笑，讲即个人有开始起，煞袂当完成。也是有一个国王要去甲别个国王交战，伊减袂先坐落来，想看伊会当用10000个兵抵抗有2万个兵的国王也袂。若知影袂，伊会趁迄个国王枵伫远远的时，找使者去甲伊讲和。如果若要起厝，必须爱清楚家己减会使承担所有的费用。所以伫开工进前，就必须爱先计算这个成本。如果若开工，你无搁较侪预算来支付工钱、料钱，甚至是公关团队的所费，就爱采广告、爱采屏风。若无够额预算，即款的建案到尾当算烂尾啦吼。咱讲烂尾咯，非常的浪费吼。所以看到咱的周报伫后壁面，迄建档的还款的进度，我就想到我毕业受派以后去到平湖七米，啊，伫遐也完成建档。迄当阵300平伫七米即个所在，3000万就大起起来安尼啊！吼，这真正感谢叔叔啊！看到咱足辛苦，咱大桥长老教会兄弟姊妹，咱加油啦！吼，伫咱袂话吼。伫上帝安那凡事拢会好，也就是讲，不管是有钱人，或者是较无遐侪的人，还是你是皇室，或者是农民，伫每一工咱拢爱面对真大量、真侪的选择啊。咱每一工拢有真侪的选择，咱今仔等下中昼要食饭食面，就是一个选择嘛。咱每一工拢咧面对真侪的选择，时间、金钱、性命本身的所费，这花费吼，基本上咱拢爱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这减有价值，或者是这有超过我的能力甲意愿。也就是讲，当一个人面对真多问题的呼召，伊必须爱做的决定是同款的，毋通是一开始有真大的热情，咱讲真嗨的款的情绪，但是咱共款爱思考，咱检是有够额的资源、够额的热情来去完成咱应该要跑走的路程。一个家庭的建立，毋是必然啊。一个家庭的建立，咱的关系都要好深化啊！咱都要来详细来听彼此出入的人所讲的，也是咱都要认真来沟通、来了解彼此的关系。一个家庭较会咱起做会好，这毋那是伫友谊啊，共款嘛是安尼，甲朋友嘛是爱经营啊，伫情爱、伫家庭、伫关体。也是咱的信仰、教会生活，毋能是一款只是浪漫的感受甲触动而已啊！咱的生活、咱的生命是一款沉重的担待、沉重的担待、背负的牺牲，也就是咱爱背的十字架。面对更较比咱更较重要的时刻，人甲代志。咱减有准备好，咱减有愿意来付上咱的代价，来愿意调整、重新向上帝甲所有的物件的这处事，也是面对这选择，咱是直接来放弃。咱个愿意付上的代价，又个会是甚物？唔知影吼，来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咱敢有去过棒球场、野球场啦？吼，应该是野球场、棒球场看过比赛？吼，阮伫台中的时阵吼，第一遍去洲际棒球场。下一页，
去迄个洲际棒球场看棒球的经验，所以我迄天受朋友邀请吼，阮就坐伫迄个箭头遐有无？一个戴帽仔、戴口罩，迄是阮全家第一遍去台中看棒球的经验。不过我想要讲的是，伫迄天去到棒球场的时阵，我看到整个棒球场的迄款气氛真正是一个足奇妙的代志。如果那个加上坐伫本垒后方现场直播，迄款的状况就更较深刻安尼。迄款的体验真正真奇妙。不过我伫迄场比赛来看到棒球场的后援会，也是坐伫看台遮的球迷，拢为着每一个球员大声的应援加油。咱常常听到可能是安打，全垒打。你毋是讲你有看过？安打全垒打。我嘛是台南人啦，但是我看到迄场是兄弟啊，所以因为迄个真简单好记的应援歌词，安尼全场炸裂。陈子豪，不少，好，没关系，好像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不过没有关系啦，不过我伫迄场比赛来看到棒球场的遮的球迷看台观众是为着每一个球员喊声咧大声来加油应援，为着每一个球员来设计真简单佮好记的应援歌曲、应援舞蹈，啦啦队足整齐迄个动作，然后4、5、6局咧棒球爱拍高叫1、2、3局4、5、6、7、8、9，4、5、6局咧就是小朋友。2代狮、2代象、3代狮、3代象，伫迄个 moment， 伫迄个瞬间，虽然我坐伫本垒后壁，但是感觉我是咧做一场礼拜。球员甲球迷因上伫迄个时间上重要的代志是啥物？棒球嘛，球员认真拍球，球迷认真来加油，大家共同的焦点是一样的。只不过迄个暗暝，我是用一个新朋友的身份来参与伫迄天的暗暝的盛会，然后我完全唔知影伊咧创啥。到迄天迄个时阵，我较真正知影体会每一个礼拜，咱若是有新朋友，因迄款的感觉。是遐人不知所措，完全唔知影后一步要创啥。我甲我的朋友来开讲着，距离我顶一遍来去到棒球场来看棒球，已经是足久进前的代志。对于棒球迄款的热情，对于啦啦队大声喊话，弄着加油棒，喊到然后3声强面无减破去安尼敢若迄款的热情是真困难，搁一遍的点倒。但是当我用无共款的角度，非常的抽离来看球迷甲球员中间的互动，互我有一个深刻的反省甲信用的思考。球场顶面的球员，伊是真认真来拍好每一粒球。看台顶的球迷，因热情的加油声，因的跳舞、尖叫，为着这场球赛。因是放下所有的一切，规家拢出来，就爱完成今仔日的比赛。对于我来讲，面对球赛以外这一代志，因完全无热情。但是这摆棒球场呢，关系到今仔日的比赛，因家己教伊的球队，因就是一个热情的门徒。写到这。我家己准备讲6篇写到这，我反省家己的信用，我检视也有迄款当初新学院毕业的热情。我开始回想我5年前、5年后去到台中向阳教会迄款的热情，或者是回想家己献身进前、献身以后、信主进前、信主以后迄款的差别甲热情，或者是咱今仔日。来到咱教会，养检有迄款的热情，
是喜乐的心情，还是震动的脚步？是悲伤的心情，震动的脚步，这是海波浪的歌词。迄款的热情，咱兼个有。咱是信几60年，做几60年的礼拜，咱敢会已经袂记得正做上帝子民、耶稣学生迄款的热情甲喜乐。棒球比赛看到尾后，我忽然了解到，为什么耶稣伫这段圣经节最后安尼爱讲？盐真有路用，毋过若失味，要安怎互伊搁咸？是啦，盐若失味，就毋是盐，是啥？就不是盐，伊就无路用，是粪扫。但是，若是真做上帝囝儿耶稣的门徒，若失去迄个味，又搁会是甚物呢？咸的是，咱家己所想象的真做军队耶稣真做一个门徒，甲耶稣所讲的真做军队伊的门徒，是有距离的啊。伫即个时阵，咱无法度去挖考思考来，互家己产生新的方向，因为咱真想要迄个物件时阵拍开，安那会安尼啦？譬如讲，咱拍开洋芋片，安尼安尼，安那遐尼少啦。每一届参加教会所开的课程，安尼安尼啊，安那足忝的啦。每一遍有迄个热情要来看圣经，安尼安尼啦，搁要对头开始。然后搁伫厝埃及来卖咯，安那安尼哦。也就是讲，咱大家拢有真做门徒的载物知识，兼是，咱拢知影要安怎真做一个门徒，甚至是讲，牧师，我做基督徒做较比你遐久，哪有可能啥物毋知影要做一个门徒？但是，各位遐日姊妹，咱兼有理解到真做一个门徒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啥物？咱敢有理解到受上帝呼召来真做一个门徒，是搁爱偌济牺牲呢？伫《欲望的门训》这本册，作者 James Smith 安尼讲：新的财目、新的信息，可能会当帮助我来了解歹习惯的力量，但是这无法度消灭伊，我无法度靠知识来养成新的习惯。伊佮讲，重新建立习惯是规个社群、规个信仰群体爱共同努力的成果。因为真正有迄个重新塑造能力的这个习惯，是群体的，是大家做伙的。伊佮讲，伫基督内底灵命的塑造，之所以需要大力来重新建立习惯，是因为咱一生早就已经累积侪混乱、失去秩序的歹习惯。屏东和平教会葛兆新牧师捌有分享，伫伊的脸书分享一篇文章啦，我甲伊解释一下。因为即摆若讲到抄袭，拢真严重。好，来伊讲吼，有一寡人想讲家己被上帝拣选，真做门徒，伊后一步就是徛伫台仔顶发光发热，后一步就是一大群人跟伫你后壁，后一步就是联美互你一个真重要位置。后一步就是虾米歌，虾米节，好。后一步就是忽然间虾米拢会晓，后一步就是突然间虾米拢会晓用。但是后一步根本就毋是这个，这个中间有一寡根本是错误的期待。后一步想的毋是位置，伫台仔顶带领有虾米积分，还是伫 spotlight 下骹。后一步到底是啥物？后一步应该是真正做上帝的囝儿群体耶稣的门徒。
愿上帝来光照咱，互咱来看到咱生命真实的光景，而且认罪悔改。后一步应该是咱离开咱旧的生命、旧的生活模式。后一步，咱应该是谦卑受教，来接受门徒训练。后一步，应该是甲咱竞选咱的上帝来建立亲密的关系，互得的真做得的。后一步，应该是将咱的身体献做活祭，逐日背起十字架来跟地主，扎实会装备家己，强化威信的教会，提升咱回应呼召的赞处，会当搁加行一里路。这是做门徒。耶稣讲，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人，会上一页，歹势，上一页。这一页对，无论什么人，若无放下家己所有一切，袂当做我的门徒。可能咱做基督徒做真久，检菜失去热情，但是失去热情的后一步，咱会当选一步来做。一天选一步就好，一天选一步，咱一礼拜就行几步？7步啊！就算一天选一步，逐日就行迄步，咱一礼拜嘛是进步偌济，嘛是进步一步就好。无说无要求讲，咱就一定爱安那，爱一礼拜都要行7步，2礼拜都要14步，1年365天就365天就要行365步。就算咱一天365日行一步，互咱会当离开旧的生命，安尼嘛是真好，减是好。每一日，咱若进步一步，咱的生命就进步一丝丝啦。咱甲上帝关系也阁恢复啊一丝丝啦。互耶稣基督来成做咱活命的主，互伊来带领咱的生活，互上帝真正来成做咱的上帝，也会当互咱时常来领受上帝祝福。活出祝福的生命，每一天咱拢做伙同行伫即款听甲爱的天路中间。做伙来跟地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可是便来到你面前。主，阮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话语和讲的、听的，阮拢同齐受到主你的祝福。互阮搁一遍来思考，正做的一个门徒，就是爱伫阮的生命，真正爱主耶稣。真正会背起阮生命的十字架，真正放下所有一切，互阮伫阮的生命，伫即个选择的中间，看到阮爱付上的代价。亲爱的主，阮搁一遍将阮家己的生命，将阮家己真实的光景、生命的本相，仰望伫主。亲爱的主，你真正会看到我心内底迄真正黑暗的所在。恳求主，你的光照伫遐。你伫创造的时阵讲，爱有光就有光。主，我毋望你圣神的光来照入阮的心，互阮伫阮的生命，搁一遍来做出一个决定，回应上帝的呼召，成做上帝的囝儿。跟地耶稣的门徒，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靠主圣名，阿免。因为今仔日也是文字时间吼，所以也有一个任务，爱互大家来看一支影片，咱请因的同工来替咱放上一页的 PPT， 最后一页对，按键。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也是讲这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收过头前，电脑无法取为头开始，谢谢。圣经上面记载，有一位摊子，他让4位好朋友扛来接近耶稣。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得赦免。”的确，耶稣是我们的至亲良友。台湾教会公报社长期以来，透过文字、透过刊物、
透过出版品，也透过许许多多的文化创意商品，一直扮演着能成为弟兄姐妹在心灵上得着安慰，在建造信仰最好的朋友。今年有一件大事，就是人工智慧有长足的增长，让大家感叹人力可能即将被取代。但是事实上，文字并没有消失。以台湾教会公报来说，各种优质的内容仍然是电脑无法取代的。在台湾教会公报出版130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有更好的进步。随着这个阅读环境的改变，所以教会公报在3712期即将全面的改成大字版，让读者能够有一个更舒适的阅读体验。教会公报更希望未来能够有改版甚至增版，包括我们的母语天地以及教会的各种新闻。感谢上主的同在，兄姐的支持，让教会公报在130多年来，在风雨中依然挺立为主发声。我对公报社会读到遐个社论，我特别会读，就会感觉因的看见哦，有当时我家己无看，我会足感动。因为我遮老啊吼，要搁去对读，拢对公报社的教会公报读到遐个神学家，也是讲遮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解说神学家的资料我嘛知影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有罪的人总是伫上帝内面，我要成做一个好的牧师来见证上帝的话，拢无倒退，无灰心。我无论拄着枵餓，还是富足，我拢留恋；无论是食饱，还是枵，我拢总留恋。踮伫迄个赏赐快乐的上帝内面，伊逐项都拢会。这一次冬令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公报社他捐赠了30多、40多本，那他们愿意全然的奉献。所以其实我是看到说这么有心，还有这些做写作家，还有这些画图的这些绘本的，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那种无私的奉献。其实他们是很快乐。我是因为神爱我，神爱我们，而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们。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感谢主，感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你们成为我们最好的支持，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这里要再一次，除了谢谢大家以外，也要恳请大家继续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帮助我们在每一年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经费。感谢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关心，愿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也愿上帝祝福大家。谢谢。伫咱的周报有业有公报社的奉献录啦，请大家做伙来关心，做伙来使用。好，多谢大家。回应诗新圣诗505首，我要重述，请起立吟全首。我要坚强，面对世
诚心无求保守，我要谦卑，在我心心内满了，我要仰望，我主最大喜乐，我要永生，我主无有灾难，我要祈祷，时刻无停来祈祷，我要坚持，一条去做无错，我要专心，向主主声称呼，我要坚持，应对最主脚步，我要坚持，应对最主脚步。请坐，这时准备心来奉献。请起立。有主你感染，我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一切大恩典，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恩爱，永远无离。咱这时来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这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的心，奉献你的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威信，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现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互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时是公道的事项，请咱为了以后这6点来祈祷吼，信徒灵命接受，同感服侍，教会青年的活动的关系，为咱教会还款，教会宣告，甲与新教人关怀工作，大家来带祷，请咱兄弟姊妹大家开声来祈祷。教会诚侪是健康的教会，阮每一个人有出力看顾因做，互阮的服侍、老主教育，互阮的青年活动必须是专心服侍。阮的教会环境的问题，求主你因做赐福阮，阮的传福音、灵命造就，一切拢主你因做带领。阮每一个人诚侪主你的国度的感谢主，阮求主你因做。因为我的上帝啊，你无受一个所在，
逐时逐所在两地地，住伫这大自然的所在，阮感觉本身的原谅。上帝啊，我感谢俄罗你，因为你照你形象创造阮，从你的灵气吹入我内面，阮这卑微的肉体会当甲你神的交陪，阮会朽烂的身躯，嘛安伫你变化的灵魂。因为安尼，我会当奉献阮的心，来到你面前，就是创造万物上帝的面前，会用光遍遍阮的活命。阮这个活命会当为主你做圣工，求主你阮的灵命会当更新，阮的服侍当工会当有主你引带咱两位一个欢喜。有青年的活动，也有主你看顾，阮款款的问题，求主享受信心，感谢主。当阮里面逼，阮会死的身躯，逼个是阮未死的灵魂所体现。阮对阮家己的肉体根本就无把握，我哋当面壁做大世间，不过是时常咧改变的所在。人生的路途咱迷茫像，求你反无利用所有的机会，无来浪费伊。求主反对这个世界，嘛无消这个世界。阮知影。明白暂时的空虚甲永远的阳光，无抓住阮自我最重心，意义最重心，当两个背。你要落主耶稣对此可我，伫阳光坐伫大屏，以即款的永活，阮来学落你，感谢主，阮的圣事，阮来恳求祈祷，拢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阮会消息通知下这个上人员吼，若是有该注意若防疫的问题，请家己看吼。第一点，咱本主的是文字传道防疫主任吼，咱感谢郑凯嘉牧师前来请安报告，关注纪念为继续文字传教福音者团福音的工作者关心大道甲防疫，感谢田牧师，谢谢。第二点，今日的会后，阮有小组，请咱兄弟踊跃参加，请劳步。第三点，咱本会吴牧师对7月17到26，因为小年假吼，这段时间有重要的代志，请向咱的代议长、肖长老安尼来联系哦。这个奉献若是有问题，请咱会计部来订正。这是咱。先来读本书的金句，台语、华语读一遍吼。无帮家己的思维价来对我的，也未做我的学生。凡不被自己实际上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4章27节，请咱小长老补充报告。咱真感谢牧师无伫的，今仔。郑牧师来咱教会讲道，互咱分享着咱无相款的人的信心吼。我代表各位甲你感谢，谢谢。嘛，借着伊讲道来变成咱的性命吼，是会当持续那个热情，信仰的热情是一步一步的吼，是没有停顿的吼。会当做上帝好管家吼。昨暝咱的牧长老甲我讲，牧长老毋要。小长老明仔载是迄个郑牧师吼，伊是桂林教会的牧者吼。我讲我去查网络，毋是哦。吼，佮特别敲电话问阮同学，伊讲毋是哦，嘿啊。所以我会知问伫台中来吼，伊住牧师住台南人吼，伊住迄个休假，倒来迄个伊的厝吼。我嘛真感谢牧师，会当迄种知影阮建堂的心理，迄种戚焉吼，建堂的辛苦吼。之前我嘛有去台中几啊间教会来募款吼，嘛想讲即个时阵嘛，甲牧师讲，敢会当甲恁的小会吼报告，用阮我当去恁教会来募款哦，就歹势哦，好，感谢主哈，好，感谢哈，好。第二点，我报告咱的牧师目前即马应该今仔日是去嘉兴原住民咱的青年因的教会伫遐聚会吼，
伊伫迄个舟山会转来吼，子安教招吼，28号会转来吼，拜五就转来结束啊吼。愿主祝福啦，保守因出入平安吼。第3点，我要特别来讲，咱的满足节吼已经转来，礼拜五转来，礼拜五转来，礼拜五转来，嘿其实伊即个手术是很大的手术。伫要手术进前，其实伊是有一大个征战伫遐丢毒，吼，因为是做传统的手术，大手术，心脏手术，因为你若做迄个自费要120万，所以做减保的，真感谢主吼，因为伊咧丢毒，伊甲我讲吼，我就跟赌命了啦，我就跟上帝讲，我赌命了啦。其实伊的艰苦这段时间吼。其实他是很仰望神，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信心不够，你要做这些决定是很难很难，因为是一个大手术。好，所以这个过程，我们的小组真的他很感谢我们小组对他的关心吼。因为第一回来了，我好去看伊隔天我请小华姐去看，所以伊明仔载都有长照会来到因兜，因为囡仔伊无爱麻烦囡仔，所以因有请一个长照来配合他的时间的作息吼。所以咱请咱嘛继续的为伊来做祈祷吼。好，我报告到这，感谢。这是咱的上营329首，听我祈祷。上营所请地牧师为咱祝祷，请起立。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7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